舊約歷代志上第17章，大衛住在自己宮中，對先知拿單說：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，耶和華的約櫃反在幔子裏。拿單對大衛說：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為神與你常同在。當夜神的話臨到拿單說：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，耶和華如此說：你不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。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過殿宇，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，從這帳幕到那帳幕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個士師，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的說：你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，叫你不再跟從羊群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無論往哪裏去，我常與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敵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。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，栽培他們，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遷移。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，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。我必治服你的一切仇敵，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，必為你建立家室。你壽數滿足歸你列祖的時候，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，我也必堅定他的國。他必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。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，並不使我的慈愛離開他，像離開在你以前的掃羅一樣。我卻要將他永遠堅立在我家裏和我國裏，他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。拿單就按這一切話，照這密事告訴大衛。於是大衛王進去，坐在耶和華面前說：耶和華神啊，我是誰？我的家算什麼？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？神啊，你在你眼中看為小，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久遠。耶和華神啊，你看顧我好像看顧高貴的人，你加於僕人的尊榮，我還有何言可說呢？因為你知道你的僕人耶和華，你行了這大事，並且顯明出來，是因你僕人的緣故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耶和華，照我們耳中聽見，沒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無神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神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贖出來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驅逐列邦人，顯出你的大名。你使以色列人作你的子民，直到永遠。你耶和華也作他們的神。耶和華，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話，求你堅定直到永遠，照你所說的而行。願你的名永遠堅立，被尊為大，說萬軍之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，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。我的神啊，因你啟示僕人說，我必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僕人大膽在你面前祈禱。耶和華，唯有你是神，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。現在你喜悅賜福與僕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耶和華，你已經賜福，還要賜福到永遠。